来是台铁，昨过来发生铁机路断的事件，这已经是今年的第5件，5个月来的第2件。台铁工会来痛骂讲，调查拢也未出来，台铁就着急要来处罚，讲这个人力不足，加上中介的人才断绝，无法度来落实教育训练，这才是主管机关更加爱重视的问题。 趁半暝无火车，台铁工务单赶紧将铁轨路顶面出现19公分这个长期的所在甲换掉。入来为司机员发现到工务单的处理较无24点钟，不过这拢是因为519铁轨路长期案件爆发出来，已经引起交通部甲外界重视。部长，这很严重哎。那请问还有人敢搭台铁吗？ 今年第5摆发生铁轨路断桥事件，519新工站的调查报告也未出来，台铁第一时间先处罚基站的人员。工会认为讲，人力问题才是上需要解决的代志。为什么现在1个礼拜只有1次人力的巡轨？是不是因为人力不足的状况，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做更高频率的巡轨？ 为108年的资料来看，台铁员工的年资已未满5年上济，过来是25年以上的，颠倒是10年到20年，这款中介主力敢若占24%。这3年补了500名新进的人员，但这500名新进人员可能是类似短暂定期的这些职代。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，就是非常低薪的营运人员。 铁轨路断桥案件小连续的发生，基站已经有检讨的声音，为人力的短暂到备料不足。 这个百年事业的老毛病，若要长紧，恐惊需要大官相当的魄力。